齐路指揮有聲書，印光大師鑑定，李德明大德參定，占德克大德編述，現代黃朝音居士整理，了凡四分文教基金會倡錄。編者的話：自從政治離開咗軌道，大家嘅思想就失咗重心，世道人心一日不如一日，大恐怖嘅消息亦一日緊過一日。略有善根嘅人都想皈依一種宗教，要借此嚟改革世風，挽回劫運。呢啲本來係一種好嘅現象，估唔到有一般妄人利用呢個機會創造出好多教門，呢啲都係賣弄玄虛嘅把戲。從表面上睇上嚟，都係勸人止惡向善嘅，但係查考佢嘅內容，往往唔係別具用心，就係不合理智。一般人受佢嘅愚惑，勢必會斷喪為命，白費氣力，以致傾家蕩產。可憐佢哋揾唔到光明嘅大道，喺黑暗中亂碰亂撞，實在係非常危險嘅。所以想要將教理高深，而且又平實簡易、光明正大嘅佛教介紹俾大家。呢啲係編者寫呢部小書嘅第一個目的。佛教嘅書籍好多，不過唔係太繁就係太簡。有啲專門係注重說理，有啲專門注重談事，而且都好深奧。如果唔係有學問嘅人，冇辦法睇得明嘅。求一本適合普通人胃口嘅書，似乎好少。呢本書不論係理論同埋事上，大凡學佛嘅人都應該知道，都應該略略講下。佢所用嘅文字都係白話文，又為咗使讀者慳力，所以用對話嘅方式嚟講，使學歷淺嘅人減少文字上嘅困難，亦可以增加學習上嘅興趣。呢啲係編輯呢一部小書嘅第二個目的。佛教流傳至今已經將近3000年啦，一般信佛嘅人都好多，因為佛教嘅道理好高深、好微妙。修行嘅人如果唔能夠多啲睇下書，又冇名人嘅指導，往往唔係發生誤會，就係徘徊歧路。呢本書裏邊，凡係容易發生誤會嘅地方，都會預先糾正過；遇到有岔路嘅地方，亦會預先嘅將唔應該走嘅偏僻小路堵塞住，標上此路不通嘅路牌，而且仲按照住俗語所講嘅送佛送到西呢句說話嘅道理，從一個人初發心學佛開始，到離開呢個世界為止，應當注意嘅事相同埋理論都摘要咁講下，使到嗰啲唔能夠多睇書嘅人有咗呢本書，都能夠冇迷惑猶疑，一直咁走到去西方極樂世界。呢啲係編輯呢部小書嘅第三個目的。目的雖然係咁樣，但係編者嘅學歷實在有限，事實上未必能夠做到幾分，只係盡我一點嘅力量啫。最後有幾句說話好誠懇咁，希望各位朋友仔細咁聽下。第一，稍為識字嘅人，只要將呢部書睇多幾次，如法咁行持，自然就可以得到真實嘅好處啦。第二，識字嘅人將呢部小冊上邊講嘅說話，慢慢咁讀俾唔識字嘅人聽，教佢照樣去做，咁樣讀嘅人同聽嘅人呢，都大有好處。第三，有學問而冇研究過佛學嘅人，如果唔嫌文字嘅淺陋，將呢部書大概咁睇一次，再進行研究高深嘅經論，亦都未必話冇好處嘅。第四，很其大德之數，對於
呢部書入邊謬誤嘅地方予以匡正，以免誤人。佛陀降世之後2962年5月，亦即係民國24年，編者敬釋。第一章，我哋應該信乜嘢教呢？戰大德，而家各處嘅教派多到極，所印嘅善書亦多到極，你又使咩編呢部小書呢？我編呢本書嘅意思，就係因為而家嘅教門太多，平時想信教嘅人往往唔會選擇，唔知道究竟邊一種教好。呢本書仔就係要幫助話俾各位知，信一種最好嘅教。信教仲有唔好嘅咩？無論係邊一個教派，都係教人行善，冇教人作惡嘅。願意信教，隨便信一種就得啦，冇必要說長論短啦。咁唔得，有好多教門完全係呃人嘅。大家一時聽咗佢哋嘅花言巧語，信咗佢哋嘅教，到後來只知道上咗大當。與其後悔莫及，不如事先嘅小心一啲比較好。信教點會上大當？咁可能講得有啲過分啦啩？其中嘅厲害，我諗各位未必完全知道嘅。等我大致咁說明下。原來嗰啲唔正經嘅教門，佢哋所講嘅講得好好聽，其實有啲係想發財嘅。譬如話，有人冇生到仔，佢就話捐一啲錢就可以生仔啦。人哋嘅親人死咗，佢就話死者正在陰司裏邊受罪，捐一啲錢就可以免罪。再捐多啲咧，仲可以買個土地公或者城隍爺嚟做下。有病嘅俾啲錢佢，病就好快好翻啦。咁年老咧，俾啲錢佢，仲可以延壽。貧窮嘅只要捐幾個銀錢，佢就可以保佑佢去陰間嗰度做個大財主。諸如此類，講不勝講，好似咁樣任意亂講，稍微明理嘅人唔可能會相信佢。不過嗰啲一般冇知識嘅人，認為有着數，爭住去信奉佢。等到後來明白咗係呃人嗰陣，嗰啲傳道嘅窮光棍早已經變成大富翁啦。你諗下，將自己辛苦慳翻嚟嘅錢攞出去送俾嗰啲騙子，佢呃咗你嘅錢，反而話你係一個傻瓜。咁你話呢啲算唔算係上當呢？好似上面所講嘅，對有錢嘅人嚟講，使幾個冤枉錢亦算唔到係乜嘢。仲有啲教門，佢哋唔單止係貪圖錢，而且仲想成大事。起初亦係以行善度人作為招牌，等到信咗佢嘅人多咗，佢嘅勢力大咗，就要揾一個機會作反，自己嚟做皇帝。咁樣嘅把戲歷來唔知玩過幾多次，但係總冇一個係成功嘅。例如話東漢末年嘅黃巾賊張角就係咁樣一回事啦。後來皇帝冇做成，搞到天下大亂，信奉佢嘅人呢都唔知枉死咗幾多。再講一個近代嘅，喺民國17年，山東周村鎮嗰度有一位馬士偉，自稱係彌勒佛降世，乜嘢三旗普渡、三會修緣，亂講一通，信佢嘅人各省都有。喺嗰年日本佔領咗濟南，佢以為機會嚟到啦，於是呢就稱起皇帝上嚟。直到第二年日本退兵，革命軍接收山東，先至將呢個皇帝取消咗。嗰陣時，因為馬皇帝冇乜嘢武力，所以政府亦冇為難佢，只係將佢嘅文武群臣解散，就咁算數。信佢嘅人好彩冇喪命，但係已經有好多人傾家蕩產啦。咁你話
係咪得人驚呢？仲有好多教門，佢哋唔圖財，亦唔貪勢，只係唔明事理。如果遇到廟就燒香，逢到神就叩頭。今日講燒元練拱，聽日講嫁姬扶卵，但係漫無頭緒咁搞埋晒喺一齊，雖然冇好大嘅危險，但係究竟喺身心性命上毫無成就，咁樣咪一樣係上咗當？咁樣信咩教先至唔會上當呢？先唔使講乜嘢教好，我先話俾你知一個分別宗教好壞嘅方法。國教嘅教義一時好難夠講得明明白白，但係就表面上睇上嚟，亦能夠知道個大概。我哋要先睇呢個教門嘅年代有幾耐。大凡年代好耐嘅教派，仍然有好多人信奉，咁樣一定比較可靠。因為佢若果係呃人嘅呢，呢幾年嚟早就冇人肯學啦。再睇下學呢個教嘅係啲乜嘢人？只要正派嘅人同有學問嘅人肯學，呢個教一定係唔會錯噶啦。有啲教門係秘密傳授嘅，呢種要小心，因為有兩句俗語話：怕人無好事，好事不怕人。有啲教門係經常捐錢嘅，你要仔細咁打聽下，佢哋所捐到嘅錢係用嚟做乜嘢？有啲教門專門係講神講鬼，甚至崇拜嗰啲下等動物，搞迷信嘅嘢，呢啲都一概不可輕信，不可以去學嘅。既然有呢啲講究，依你嘅意思，到底邊一種教最值得學習呢？當然係佛教啦。佛教係世界上最好嘅宗教。佛教邊個唔知道？仲使你講咩？所有嘅教派咪多數都係老佛爺留落嚟噶嘛？你點解又話不可輕信呢？因為有好多教門都話佢哋信嘅係佛，所以我只話不可輕信。你要知道，佢哋都係講真方賣假藥嘅。因為佢哋嘅道理太唔值錢，自然就冇人肯信，所以佢哋先至攞佛嚟做招牌，偷幾句佛教裏邊時時講嘅口頭語嚟欺騙嗰啲唔知道嘅人。呢啲咧就叫做將魚目混充珍珠啦。佢如果明講佢賣嘅係魚眼，咁你估下有冇人會買呢？因為佢話係珍珠，咁自然有啲唔識貨嘅人會爭住咁出錢去買啦。你話佢哋係假冒嘅，呢件事有證據嗎？當然有證據啦。佛教所根據嘅係佛經，有啲教門雖然口裏邊講嘅係信佛，其實佢哋所講究嘅同佛經上所講嘅一啲都唔相同，咁邊度能夠講係信佛呢？各個教派之中都有經典，佢哋嘅講究又何嘗冇根據呢？嗰啲都係佢哋自己做嘅經典啫。將嗰啲嘢認為係佛經係萬萬不可以嘅，因為佛經係佛親口講嘅，流傳咗幾千年，人所共知。大凡新出嘅經典，冇根冇苗嘅經典都係假嘅，都係唔可以信嘅。有啲教派話佢哋嘅教主係彌勒佛降世，咁樣彌勒佛所講嘅經，咪亦係可以相信嗎？嗰啲都係亂噏嘅。照真正佛經上嘅記載，彌勒佛降生應該係喺56億萬年之後。講而家已經降生嘅都係妖言惑眾。其實就算係將來彌勒菩薩降生成佛，佢講嘅經同而家嘅真正佛經亦都應該一樣，因為真理係不變嘅。賣瓜嘅都唔話瓜苦，好似你咁樣抬高佛教，
一定係因為你係信佛嘅緣故啦。第二種教派嘅唔好嘅地方，你講得當然係好啱，但係佛教是否真嘅有好處，我仲係好懷疑噃。你對於佛教嘅事理仲唔多清楚，懷疑係當然嘅。不妨將可疑嘅地方講出嚟，等我慢慢地幫你解釋下。第二章關於佛教表面上嘅幾個疑問。有啲教派時時話佢嘅祖師係咩神咩仙，實在考察起嚟根本冇咁樣一件事。或者佢所信奉嘅祖師爺雖然係有嗰個人，但係嗰個人同佢哋嘅教派完全係冇關係。好似呢啲講法唔使講都係靠唔住嘅。佛教之中所講嘅佛，可能亦係呢種情形啩？唔係咁樣嘅。佛教裏邊嘅佛確實係有呢個人，而且係歷史上好有名嘅人物，喺各國嘅歷史上都記載得好清楚，一啲都唔使疑惑嘅。呢個創造佛教嘅人究竟係邊個啊？呢個人講出嚟係人都知道，佢係印度迦毗羅國淨飯王嘅太子，佢嘅名叫做釋迦牟尼。佢幼年嘅時候，對於世間嘅一切學問都已經通達晒。當佢嘅年紀慢慢長大，佢睇見世界上嘅人同物互相殘殺、互相吞噬，係咁循環不息，又感到生老病死係不免嘅，就覺得呢個世界上嘅事物都係苦嘅，所以一定要求一個脫離苦惱嘅方法。因此，到咗19歲嗰陣，佢就拋開咗榮華富貴，出家修行啦。喺修行嘅時候，受到好多艱苦，時時忍飢挨餓，但係佢絕對唔會因此而灰心。到咗30歲嗰陣，佢就得道成佛啦。成佛之後，佢就去各處說法，勸化世人。世人邊個肯照住佢說話去做嘅呢？就可以脫離苦惱，就可以享受快樂。咁樣嘅講法講咗49年，嗰陣釋迦牟尼佛已經79歲，就入咗涅槃。以後佛嘅徒弟將佛喺49年當中所講嘅道理記載落嚟，呢啲就係而家我哋所念嘅經。平常所講嘅佛就係呢位釋迦牟尼佛啦。你講嘅涅槃係咩意思呢？呢兩個字嘅道理好深，唔容易用俗話嚟解釋。喺呢個地方，涅槃嘅意思勉強可以解釋，就係除盡咗煩惱，不生不死，永久快樂安穩嘅意思。佛為咗教化世人，所以至展示出世間人嘅樣。等到教化嘅事辦完晒，佛就離開肉身，翻到去原來涅槃嘅境界嗰度。唔知道嘅人見到佛入涅槃，就話佛死咗。其實佛係永遠不死嘅。佛如果會死，就同凡人一樣啦。咁又點算得係佛呢？釋迦牟尼佛到而家有幾多歲啦？自佛降生在周朝嘅昭皇26年算起，到咗今日嘅民國24年，共有2962年啦。喺而家嘅宗教之中，冇一個比佛教嘅年代再長啦。喺呢3000年之中，經過咗幾多有才能、有大學問名人嘅研究，都話好好，可見係冇錯嘅。你講嘅嗰啲名人係邊個？可以講幾個俾我聽下嗎？我就揀幾個最出名嘅出嚟講下，例如晉朝嘅宰相王導，唐朝嘅宰相裴休、裴度、魏徵、杜如晦、房玄齡、褚遂良。
宋朝嘅宰相王誕、李航、傅拔、寇準、韓琦、張適、呂蒙正、范仲淹、文彥博；清朝嘅宰相張廷玉、白鄂爾泰；民國名人康有為、黎元洪、梁啟超。再講外國嘅名人，例如德國嘅杜里舒、美國嘅阿爾格特、英國嘅斯賓塞爾、俄國嘅江和泰男爵、日本嘅佐柏木村等，都係深信佛法嘅人。其餘在家出家嘅名人仲好多，一時都講唔晒嘅。學佛嘅咪都係出家嘅和尚咩？你講嘅嗰啲人都唔係和尚，點解亦學佛呢？咁就錯啦。學佛嘅人唔一定係和尚，士農工商一切人等都可以學佛法。既然係嗰啲有大學問嘅名人先至能夠學，好似我哋呢啲平常嘅人，咪就唔夠資格學啦嘛？唔係咁講嘅。譬如話，大海裏頭嘅水，無論幾大嘅動物都冇可能將海入邊嘅水飲得晒，無論幾細嘅一條蟲都可以去飲到飽嘅。佛法嘅深廣就好似大海一樣，雖然係絕頂聰明嘅人都學唔晒嘅，但係普通人亦一樣可以學。佛教入邊嘅事，亦可以對唔學佛嘅人講嘛。佛教所信嘅係正大光明嘅真理，無事不可對人言，所以一切嘅經論完全公開俾人研究，唔似得其他嘅教門硬係話有乜嘢真言密訣不傳教外嘅人。學佛嘅人唔貪圖財寶同埋勢力嗎？都不貪圖。你諗下，釋迦牟尼佛拋開一國太子唔做，無數嘅金錢唔要，唔通佢係貪圖財寶勢力咩？學佛就係學佛嘅心理，學佛嘅行為，自然唔應該貪圖財勢啦。不過要知道，做一啲有益於大眾嘅事幹，用自己嘅精神或者勞力換幾個錢以養活身家，咁樣呢係唔算貪財嘅。凡係喺軍政機關做事嘅人，只要能夠本住良心，為大眾謀利益，為弱者施無畏，呢啲唔算係貪勢力。和尚係專門學佛嘅人，點解有啲和尚咁亂嚟呢？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譬如儒家讀書專門係講仁義道德，仲有君子小人嘅差別。和尚係出家嘅佛弟子，有啲識得佛法嘅，有啲唔識佛法嘅，亦都唔可以責備佢哋，都要一樣嘅。你所講嘅係唔懂佛法嘅一部分，呢啲人因為少知識，自然不免有啲胡鬧，只能夠怪佢唔識佛法，而並非佛法唔好。你唔知自古到今有幾多高僧行人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佢哋代佛宣傳，對人講話佛法福國利民，化度眾生，大有益於世間。而家雖然不及古時，到處仍然有講經說法、自行化他嘅高僧。因為你仲未學佛法，所以見唔到。你見到唔識佛法嘅庸僧，就會懷疑佛法冇好處，咁就大錯特錯啦。和尚亦有懂得佛法同埋唔懂得佛法兩種嘅不同，我都知道，亦好相信。但係睇到有啲研究過佛學嘅人，佢哋嘅人品點解亦唔見得都好呢？呢啲亦唔可以一概而論。例如董卓、曹操、王莽呢類嘅人物，古今嘅好多亂臣賊子都係讀過孔子嘅書，呢啲亦唔可以歸咎於儒教。佛教良莠不齊，亦不能夠歸咎於佛教。
要知道，一大片嘅田地裏邊有幾棵稗子，都總係難免嘅。況且呢啲少數略懂佛法、品行不能夠全好嘅人，如果完全唔懂佛法，佢哋嘅人品應當會更壞。從表面上嚟睇，佛教比其他嘅教派確實高超得多，但係內容係點，亦要講一下，我先至肯相信噃。好啦，我哋就傾下佛教嘅內容啦。第3章，佛教裏邊講啲乜嘢道理？佢嘅目的又係乜嘢呢？比較起嚟講，佛教固然比第二啲教派要可靠，但係而家係破除迷信嘅時候。佛教喺以前雖然好興盛，將來可能難免被打倒噃。咁又唔使掛心，因為佛教唔係迷信嘅，佢有佢高深嘅哲理。呢種哲理係無論經過幾多年都唔會改變嘅。如果你得閒，你可以讀多啲佛教裏邊嘅書，到嗰陣你就會知道噶啦。而家時興嘅一切學說、一切主義都逃唔出佛法嘅範圍。佛教嘅書籍太深，我唔能夠多睇。你能唔能夠揀一啲容易明白嘅道理講嚟聽下？可以。而家嘅人唔係經常講平等同埋博愛自由咩？佛話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可成佛。佢所講嘅眾生，並唔係專指人類，連一切有性命嘅嘢都包括在內。咁樣講嚟，就算係烏蠅、蚊蟲、螻菇、螞蟻一樣可以成佛。等到成佛之後，亦就同釋迦牟尼佛冇咩唔同啦。咁先至係真平等。既然連烏蠅、蚊蟲、螻菇、螞蟻都有佛性，所以我哋愛護佢哋，應該同愛護人類一樣，咁樣先至叫做真博愛。佛教係專門講究脫離苦惱嘅方法，等到煩惱斷盡咗，個心無掛、無愛、無憂、無慮，咁樣先至算係真自由。由此觀之，佛教嘅道理不但冇同而家嘅學說相反，反而仲徹底啲添。如果人人都照住佛嘅講法去做，你話世間仲會有瘟疫、刀兵盜賊咩？況且呢啲不過係最淺近嘅道理，攞一啲嚟做例子啫。至於高深嘅道理，任你講幾多年都講唔晒，真係無窮無盡嘅。咁講，想要避劫，最好係學佛啦，係唔係呢？冇錯，不過學佛嘅好處唔止係可以避免劫難，而且學佛嘅人將來亦會成佛，就同釋迦牟尼佛一樣。真嘅咩？請問成咗佛有咩好處呢？你要知道佛嘅好處，先要明白眾生嘅唔好處。就我哋人類嚟講，我哋一出世就同苦惱定咗合約，一世人為咗生活勞勞碌碌，相親相愛嘅人難以共聚，仇怨嘅人反而苦苦糾纏，同埋天然嘅災害、意外嘅禍患，就算你有財有勢，都好難擺脫得到。就算可以擺脫得到，亦都冇辦法擺脫生老病死嘅。呢啲因惑造業，因業受苦。佛係國幸圓滿，在涅槃界不受諸苦，
呢啲就係成佛嘅好處啦。佛睇住我哋受苦，好似喺火坑裏邊一樣，所以教導我哋好多成佛嘅方法，就係為咗救我哋脫離呢個火坑。既然呢個世界係一個火坑，學佛又好費功夫，我哋唔係最好揾啲毒藥將自己毒死，咪就一了百了，即刻可以跳出火坑啦咩？呢啲係好大嘅錯誤。呢個世界雖然係火坑，只要大家肯發心學佛，係可以用我哋嘅力量將佢變好嘅。呢啲係佛教裏頭積極嘅精神。法華經上邊話，火坑變成池，就係呢個意思啦。如果自己尋死，死後真係一切了結，咁亦未嘗不可。但係死後並非一切了結，仲要轉生，而自殺係有大罪嘅，再轉身得報會更加苦。咁豈不是跳入火坑更深嘅地方啦咩？人死咗之後有靈魂再去轉生，呢件事係真嘅咩？梗係真噶啦！自古以來正統嘅史書上記載死後轉生同借屍還魂嘅事，唔知道有幾多。就算係而家，亦經常會有呢類嘅事發生。唔通你以為嗰啲都係呃人嘅咩？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呃人嘅，但係唔知到底係點樣一件事呢？你聽講過六道輪迴未啊？我哋平時所講嘅靈魂喺佛學上叫做神識。人嘅肉身死咗，佢嘅神識係永遠不死嘅。人死咗之後，佢嘅神識憑住佢生前行為嘅好壞，或者升天，或者再轉生為人，或者做阿修羅。阿修羅係一種惡神，時時同諸天打仗，或者變成畜生，或者變成餓鬼，或者入地獄。呢度嘅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就叫做六道啦。等到呢一度受報應完咗，再轉入另外一道，咁樣死咗又生，生咗又死，來回輪轉，永遠都冇停止嘅日期。呢六道入邊啊，邊幾道係好噶？比較起上嚟，天道最享福，壽命亦都最長。人道亦算享福，但係亦受罪。至於其他，就一道不如一道啦。餓鬼同地獄呢兩道所受嘅罪，咁就不堪設想啦。咁樣我哋最好想辦法生喺天上去享快樂，唔知道有方法嗎？方法雖然有，不過我哋係唔應該希望生喺天上嘅，因為上面講過，無論生喺邊一道裏邊，等到報應完咗，就要轉生到其他嘅道上。係咁，生到天上，就算做咗玉皇大帝，等到天福享盡咗，亦非死不可。死後仍然可以到畜生道裏邊受罪嘅。可見，只要喺六道裏邊，就無一處係安身之地。想話要享受永久嘅安樂，就一定要想法子跳出輪迴不可啦。點樣可以跳出輪迴呢？咁只有學佛啦。我哋憑住良心多行善事，唔能夠跳出輪迴嗎？咁唔得，行善嘅人將來得到生天道或者人道嘅好報應，上面已經講過啦。呢啲好處係唔長久嘅，要脫離六道輪迴，非學佛不可。淨係靠行善係唔夠嘅。時時聽人哋話，人嘅生死係玉皇大帝同埋閻羅王所管嘅。既然話學佛就可以脫離輪迴，唔通佛亦管得到呢啲事嗎？唔係咁講嘅。你嘅生死不但玉皇大帝同埋閻羅王都管唔到，就算係佛亦都管唔到。
唯有你自己管得到。我唔願意死，點解遲早都要死呢？我願意上天堂，點解往往入咗地獄呢？你話生死全係自己管得到嘅話，我真係唔明白啦喎。呢啲唔係好難明啫，呢啲就叫做因果啦。有因就有果，有果就必有因。你所做嘅事就係因，所得到嘅報應就係果。譬如話，你今生嘅作為合乎人嘅道理，咁樣你來生呢就會仲係個人。你今生嘅作為同天道相似，咁樣來生就升天。其他國度都係咁樣嘅。呢啲就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嘅道理一樣，就係自然而然，不足為怪嘅事。你種嘅豆，神不能夠令佢變成一棵瓜，係咁。你種嘅係人嘅因，神自然不能夠夾硬將佢變成畜生。呢啲係好顯然嘅。再講得簡單啲，就係為善嘅得福，作惡嘅得禍。作善作惡，既然你自己可以做主，咁樣生死禍福咪係自己可以管得住啦。有啲好人啊，時時遭遇唔好嘅事，作惡多端嘅人，時時運氣都好好。你講嘅因果報應，點講得通呢？譬如種樹，唔通啱啱播種就可以得到結果咩？又譬如你借錢俾人哋，又點會啱啱交錢俾人就即刻要人還錢嘅呢？佛家講嘅因果報應係綜合咗前生、今生同埋來生三世嚟講嘅。有啲前生做嘅因，今生先至結果；有啲今生做嘅因，當生就結果啦。有啲今生做嘅因，要隔幾生、幾十生或者係幾千萬生以後先至結果嘅。呢啲就同果樹嘅結果或早或晚一樣嘅道理，亦係自然而然嘅事。咁又點會講唔通呢？閻王判官、城隍土地都係冇嘅咩？有係有嘅，不過就好似世間嘅法官一樣，照住法律辦事。如果你冇犯法，佢亦管唔到你嘅。唔用供養佢哋嗎？佢哋都係屬於鬼道。我哋要脫離六道輪迴，當然不必供養佢哋啦。咁玉皇天尊呢？玉皇大帝亦係六道嘅眾生之一，亦唔使供養佢。神仙呢？神仙有天仙、地仙、鬼仙，各種唔同。有啲係屬於天道，有啲係屬於鬼道，都係六道嘅眾生。我哋唔學佢，又使乜崇拜佢呢？咁樣大仙堂一類嘅嘢都應該係取消呢咩？咁仲使講咩？狐狸之流都係畜生，你恭敬佢又有咩用呢？但係唔恭敬佢，佢怪你點算呢？係咁，你有所不知啦。學佛嘅人，天上嘅神都要嚟恭敬嘅。係咁，邪魔鬼怪又點敢嚟作怪呢？但係我哋學佛當普度眾生，雖然唔使要恭敬佢，但係亦都唔好妨礙佢。佛既然管唔到我哋嘅禍福，自然我哋亦唔使恭敬佢咯噃。咁又唔係噃，我哋既然想脫離輪迴，就要學佛咁樣。咁佛就係我哋嘅老師啦。你唔肯恭敬老師，又點算係個學生呢？有一等叫做菩薩嘅，我哋應該恭敬佢嘛。講到菩薩，實在講都講唔晒嘅。簡單講，有已經成佛嘅，好似觀音等好多菩薩一樣；有將來成佛嘅，好似彌勒佛等好多菩薩一樣。呢類菩薩慈悲心好重，專門幫佛嚟普度眾生。就以返學嚟做比喻，佛就係校長，菩薩就係教員。
學生恭敬教員係理所當然嘅事。依我嘅意思，我哋學佛嘅人供養佛菩薩之外，亦供養天仙神鬼，似乎更好啲，係咪啊？咁未必會有咩好處嘅，因為你要成佛，就必須要一心一意嘅學佛至得。假如你又同佛接近，又經常嘅同啲神鬼來往，心裏邊自然唔專一。等到臨終嗰陣，或者將佛忘記咗，一直走到去餓鬼道嗰度，亦話唔埋嘅。而家我明白啦，要脫離六道輪迴嘅苦惱，必須學佛。學佛嘅人，除咗佛同埋菩薩之外，一切天仙鬼神都唔可信奉，都唔可供養，係唔係咁啊？一啲都冇錯。第4章，乜嘢人可以學佛呢？唔識字嘅人亦能夠學佛嗎？可以，只要有人讀呢本書仔俾你哋聽，因為呢本書仔所講嘅都係通俗嘅嘢，唔識字嘅人聽咗都會明白。等到聽明咗，照住上面嘅說話去做，咁就冇話唔成功噶啦。從前唐朝有一個慧能大師，佢係禪宗嘅第6代祖師，佢就係一個唔識字嘅和尚啦。唔識字嘅人亦能夠學佛，咁一定要非常嘅聰明先至得啦噃。咁又唔係噃。從前釋迦牟尼佛有一位大徒弟，佢嘅名叫做周利盤陀家。佢嘅資質最笨，佛就教佢專門念調數二字。佢記得調呢個字，就唔記得咗數呢個字。當佢記得數呢個字，又唔記得咗調呢個字。佢應該算係最笨噶啦，但係佢亦證咗阿羅漢果。女人亦能夠學佛嗎？可以學啊，而且學成咗之後就唔再受女身啦。有人從前犯過好多嘅罪惡，而家想學佛，仲中用咩？點解唔得呢？唔通你冇聽過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句說話咩？只要自己懺悔以前嘅罪惡，立誓之後永遠唔再去做啲唔好嘅事，一心學佛，以前嘅罪孽雖然多，亦可以消除嘅。老年人學佛仲嚟得切咩？嚟得切，不過自己知道光陰無多，應該加倍努力至得。咁樣年輕人可以暫且不必學啦噃。咁又唔係噃，因為有兩句古語係咁講嘅：莫到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你知道你會有幾長命嗎？就算可以有好長命，亦應該趁早學佛，因為功夫越長久，成功就越穩陣。呢啲係一定嘅道理。道理固然係道理，不過人喺年輕嘅時候都有佢好多嘢要做，好忙碌，邊度有功夫學佛呢？咁係將學佛視為無關緊要嘅緣故。假如你將學佛同埋食飯睇成係同樣嘅重要，你就不至於話唔得閒啦。何況學佛唔會阻礙你做任何事，並且唔會特別費功夫嘅。有錢嘅人固然應該學佛，窮人衣食不足嘅，仲能夠學嗎？學佛全喺心地上落功夫，而唔係用錢財去買嘅。已經入咗其他教派嘅人，將從前嘅教拋開，再嚟學佛得嗎？係咁就太好啦！棄暗投明，呢啲係有大識見嘅人所做嘅事。你要知道，我哋生存喺世界上不過幾年或者幾十年嘅光景，何苦有正路唔走，反而去亂碰亂撞呢？咁嚟講，無論咩人都可以學佛咩？啱。假如佛法有啲人能學，有啲人不能學，咁就算不得平等啦。第5章，學佛嘅方法。佛法既然人人應該學，
而且人人能夠學。我決心要學一下，請你話俾我知學佛嘅方法啦。學佛嘅法門好多，佛教通常分為5宗：律、教、禪、密、淨。各宗嘅方法都唔同嘅，呢啲要依照個人嘅根性揀擇嚟學。佛使咩講咁多法門呢？呢啲就叫做對症下藥啦。譬如話眾生係病人，佛係大醫生，咁眾生嘅病唔同，所以佛佢所開出嘅藥方亦唔一樣。有啲係用涼藥，有啲係用熱藥，但係佢嘅目的都係將病醫好。我再講個比喻，譬如話從南京到上海，有人中意坐火車，佛就教導佢哋坐火車嘅方法；有人中意坐汽船，佛就教導佢哋坐汽船嘅方法；有人中意坐飛機，佛就教導佢哋坐飛機嘅方法。方法雖然唔同，但係目的都係到上海。佛教亦係咁，佛所講嘅法門雖然多，但係佢嘅目的都係教人成佛嘅。咁多嘅法門都一樣費氣力嗎？唔係，有啲好難，有啲好容易。我冇咩才幹，你就講俾我知一個最容易嘅方法好嗎？你要學最容易嘅、最好學嘅淨土宗嘅方法。乜嘢叫做淨土宗？佢個方法係咩啊？上邊唔係講過佛教分為5宗咩？呢個淨土宗就係5宗裏頭嘅一宗。佢嘅方法就係念佛求生西方淨土。點樣算念佛求生西方淨土呢？就係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呢6個字。南無2個字係讀南無嘅音。喺呢個世界嘅西方，離呢個世界好遠嘅地方，有一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亦叫做西方淨土。學佛嘅人所求嘅係死後生喺嗰度，所以話係求生西方淨土。咁樣生喺嗰度有咩好處呢？極樂世界嘅好處好多，生喺嗰度嘅人都係從蓮麻裏邊化生出嚟嘅，並唔係肉骨凡胎。想食乜嘢飯就有乜嘢飯，想着乜嘢衫就有乜嘢衫。住嘅高樓大廈都係用金銀寶貝建築成嘅。想要去乜嘢地方，不論有幾遠，即刻就到，唔使搭車搭船嘅。嗰度冇盜賊，冇疾病，冇老少，冇冷熱，而且一生喺嗰度就永遠生存，冇死嘅時候，終日都可以聽阿彌陀佛講法。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一切苦惱喺極樂世界裏邊一啲都冇。呢一個就係極樂世界大概嘅情形啦。至於詳細嘅好處，無論講咗幾多時節，都係講不盡嘅。除非你生喺嗰度嘅時候，就明白一切啦。咁就算成佛啦咩？咁仲唔算成佛？總係決定可以成佛啦。咁樣只不過已經係脫離咗六道輪迴，永遠不死啫。既然生喺嗰度無憂無慮，不飢不寒，咁自然可以安安穩穩咁修行，而且仲經常可以同阿彌陀佛喺埋一齊聽佢講法。咁樣嘅時候耐咗，你仲驚不能夠成佛咩？阿彌陀佛就係釋迦牟尼佛嗎？唔係，佢係另一尊佛，因為佢嘅願力好大，又同呢個世界上嘅眾生最有緣，所以釋迦牟尼佛只教我哋念阿彌陀佛。南無呢兩個字點講呢？呢啲係印度話，就係歸頭、依託、敬禮呢啲意思。南無阿彌陀佛就係話我哋歸頭依託阿彌陀佛為老師，
處處都學阿彌陀佛咁嘅樣，求佢救度我哋。極樂世界誠然係好好，但係用咩方法能夠去呢？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去噶啦。就咁容易咩？可能仲係靠唔住噃。呢啲係釋迦牟尼佛親口講嘅，唔會有錯。佛喺咩經上邊講嘅呢？專門講呢個方法嘅有3部經，一部係阿彌陀經，一部係觀無量壽佛經，一部係無量壽經，其餘仲有好多大乘經典裏邊都附帶講過嘅。咁第啲宗入邊都係咩法子？再講幾個嚟聽下好唔好啊？可以不必，因為有句俗語話貪多咬唔爛，何況其他嘅法門都唔係我哋呢啲根基淺嘅人所能做得到嘅。有啲方法好難，好嘥時間嘅。因為我哋嘅壽命非常短促，恐怕等唔到修成功就死咗啦。咁樣豈不是枉費咗一場功夫咯？仲有啲方法一定要有明白嘅老師教導至得，如果唔係，往往會搞出問題出嚟，亦好危險嘅。只有呢個念佛求生西方淨土嘅方法最穩當、最容易，邊個學邊個就會成功。呢啲亦夠我哋一生學噶啦，何必要寫容易嘅唔學，反而去學難嘅呢？呢個法門既然係專俾我哋根基淺嘅人學嘅，我諗嗰啲有學問、好聰明嘅人，自然係唔要學呢個法門啦。咁又唔係，呢個法門雖然容易，但係老實講，佛教國中嘅一切法門都包括在內，所以自古以來有大學問嘅人學呢個法門嘅亦不計其數。例如喺中國最早提倡念佛嘅呢，係晉朝嘅慧遠大師，以及善導、永明、蓮池、偶益、省庵、徹悟諸位大師，都係最有學問、最有道德嘅人。佢哋亦一生專門念佛，可見念佛唔只係愚夫愚婦、齋公齋婆嘅事啦。念佛既然比第二啲法門容易，將來嘅成就可能比學其他嘅法門啊，可能要差一啲啩？又點會呢？不論乜嘢事，難嘅未必更好，容易嘅亦未必就差。譬如話醫病啦，唔理用乜嘢藥，都係為咗要將病醫好。唔通醫病一定要用貴嘅藥材治醫得好，而平嘅藥材就醫唔好啦咩？南無阿彌陀佛呢6個字就好似係一副萬病皆治嘅藥一樣。既然咩病都可以醫治，又只係獨沽一味嘅，咁你諗下呢味藥嘅效力應該有幾大呢？念佛可以往生極樂世界，雖然係經上面所講嘅，呢個一定係有一個道理，但係仲係需要請你說明一下。呢個道理好深，唔係3言2語就可以講明白得晒嘅，亦唔係我嘅能力能夠講明白嘅。就算我講明白咗，你一時亦聽唔明，除非你將三藏經論完全研究透徹晒，或者你好好地念佛，等到成佛之後，自然就知道佢嘅道理噶啦。念佛而唔明白其中嘅道理，咁唔係迷信嗎？唔係，就算係冇道理嘅事，你夾硬信佢有道理，呢啲只係迷信。至於念佛往生，原本確有佢嘅道理，不過我哋暫時不問明白啫，咁樣唔算係迷信。譬如話有2個人病咗啦，其中一個人相信醫生嘅說話，食咗一服藥，病就好翻啦。另外一個人呢，睇咗醫生嘅藥方就懷疑起嚟，佢諗呢啲藥方上邊開嘅藥只不過係一啲草根樹皮，冇值錢嘅嘢，
點能夠醫病呢？唔好迷信，等我研究明白呢個道理嘅時候，再食都唔遲啊！點知道佢嘅病反而係一日重過一日，醫理藥性仲未搞明白啫，竟然一命嗚呼啦！你諗下呢兩個人，邊個嘅辦法好，邊個算係迷信呢？念佛往生嘅理由，我哋一啲亦冇辦法明白嗎？以因果嚟講咧，上面唔係講過話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咩？係咁，你成日念佛，種嘅就係佛因，自然嘅會得到佛果啦。呢個係幾有道理嘅，但係唔知道從古至今念佛往生嘅人有幾多呢？何以知道佢係往生西方呢？淨土聖賢錄同往生傳呢啲書記載往生嘅好多，而且仲敘述往生嘅情形。大凡念佛嘅人到咗臨命終嗰陣，自己知道死嘅日期同埋時候，佢會預先沐浴更衣，同佢嘅親友從容嘅話別。到死嘅時候，一啲痛苦都冇，依然面向西方合掌念佛。佢會睇見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同埋大勢至菩薩嚟接佢，佢更加會滿面笑容咁離去嘅。呢個時候，伺候病人嘅人往往會聽見音樂嘅聲音，會聞到奇異嘅香氣。要知道，一個人有陣時可以裝模作樣，但係到臨死嘅時候咧，係唔可能詐諦㗎啦。咁樣。呢啲書上面嘅話可以相信嗎？呢啲書都係歷來好有道德、好有名望，唔會講大話嘅人記述嘅，又點會話信唔過呢？你話臨死嘅人睇見佛嚟迎接佢，係點樣一件事啊？原本阿彌陀佛曾經發過好大嘅誓願，佢話凡係一切眾生誠心念佛，願意往生極樂世界嘅，當佢臨死嘅時候，佛一定會接佢哋去極樂世界嘅。所以念佛嘅人臨終見到佛嚟接佢，就係呢個道理啦。上邊你既然話凡事都係自作自受，佛管唔到，而家又話臨終佛嚟迎接，呢個唔係自相矛盾嗎？咁又點會矛盾呢？你自己先要肯學佛，肯念佛，所以臨死至會感到佛來接引。如果你自己唔肯學佛，唔肯念佛，佛雖然有大願力，亦唔能夠勉強咁拖你去嘅。咁樣仲唔係自作自受嘅道理咩？學佛嘅人念佛之外，係唔係仲念經呢？經係可以念，可以唔念嘅，係隨個人嘅得閒同埋唔得閒嘅情況，不必一定。如果念經，應該念咩經呢？佛教裏邊嘅經論有8000幾卷，唔似得其他道門嘅經，只有薄歇歇嘅3-5本。學淨土嘅人經常念嘅經係《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無量壽經》、《楞嚴經世智圓通章》、《普賢行願品》、《普門品》、《金剛經》、《心經》等。其中以《阿彌陀經》最重要。如果不能念，亦唔緊要，淨係念佛號咁就夠晒噶啦。造王經亦可以念嗎？絕對唔可以念。嗰啲造王經、太陽經、
太陰經、血盆經、受生經、眼光經、妙沙經同埋各種寶卷同五部六冊呢啲書，都係後人亂咁編嘅，毫無道理。學佛嘅人千祈唔好誤以為係真正嘅經典，千祈唔好亂咁念。五部六冊多數係攝取佛經嘅意思，並且參以自己嘅意思接集而成嘅，以至於多數都係違背咗佛意，多墮偏空嘅。有啲教派亦念金剛經，佢哋念嘅嗰個同佛教入邊嘅金剛經係一樣嗎？有好多教門好念佛教嘅金剛經，咁無非係攞佛教作為招牌。其實佢哋並唔係照住佛經上所講嘅方法去做。有啲人攞住本金剛經亂咁噏，去附會佢哋自己嘅講法。呢啲中意鑽牛角尖嘅人，攞講佛經同猜謎一樣，偏偏話佛怕泄露天機，又話佛經上面嘅說話都只係預言，只有佢哋講嘅嗰啲先至係佛經嘅真正意思。你諗下，佛陀憐念眾生，恨不得眾生將啲經典徹底明白咗，即刻成佛至啱，又點會話講啲啞謎嚟疑惑眾生呢？如果話佛怕泄露天機，唔敢明講，咁請問嗰啲亂講金剛經嘅又係乜嘢人呢？佢哋又何以敢泄露天機明講呢？念咒可以嗎？佛經上嘅咒亦叫做陀羅尼，都可以念，不過亦不如念佛重要。旁門外道嘅咒好多都非常可笑，念咗毫無用處。就算係佛經上嘅咒，亦要有傳授至好。如果唔係，容易將字音搞錯。總之，經咒都唔緊要，可以唔念。最緊要嘅就係專念南無阿彌陀佛6個字，唔好間斷。第6章，念佛以外嘅助行。念佛叫做正行，係至緊要嘅。仲有一啲事叫做助行，亦係不可少嘅。助行係咩呢？就係多行好事，不作一切唔好嘅事。咩事係唔好嘅呢？最緊要嘅有5樣：一係殺生，2係偷盜，3係邪淫，4係妄語，5係飲酒。呢5樣喺佛教裏邊係嚴厲禁止嘅，呢個就叫做5戒。學佛嘅人對於5戒係不可不守嘅，又不可以食一切嘅煙，因為會口氣常臭，唔清淨嘅緣故。殺生點樣戒呢？就係一切生靈都唔殺害，亦唔食佢嘅肉，因為按照因果報應嘅道理，而家你殺佢，將來佢必定殺你；而家你食佢嘅肉，將來佢亦必定食你嘅肉。你話可唔可以不戒殺呢？呢件事有啲難辦噃，唔知道可唔可以通用下？能夠完全唔食葷固然好好，如果實在好難，可以暫時食3淨肉同埋花齋。花齋有好幾種食法。每個月農曆嘅初1、初8、14、15、18、23、24同月底3日食齋，叫做十齋。而每個月嘅初8、14、15、23同月底呢2日食齋，就叫做6齋啦。呢啲係最普通嘅2種食齋嘅日期，你可以隨意嘅選擇一種。咁樣乜嘢叫做3淨肉呢？就係喺殺生嗰陣，冇親眼嘅睇見佢臨死嘅情形，冇聽見佢叫喊嘅聲音，而且佢唔係淨係為自己食節殺嘅。呢3種就叫做3淨肉。凡係唔能夠完全食齋嘅人，可以暫時食呢一種，或者係街上邊賣現醒已死嘅肉，亦都可以避免殺生。
食三淨肉同花齋就同食長齋一樣嗎？咁當然唔同啦，唔能夠食長齋嘅人先食住三淨肉，以後仍然要練習慢慢嘅戒分至好。咁樣就唔難啦。請問戒偷盜係點樣㗎？就係不貪圖不義之財。咁樣乜嘢叫做戒邪淫呢？就算係除咗正式嘅夫婦之外，唔可以同其他人通姦。戒酒自然就係唔飲酒啦。戒妄語又係咩呢？就係不打誑語，同埋唔做呃人嘅事。呢啲事都仲唔係好難，不過仲要知道呢5件事，不但要戒住身體唔好去做，亦要戒住心，唔好動唔好嘅念頭。譬如話偷盜啦，去偷竊或者係搶奪人哋嘅嘢，固然算係偷盜。就連睇見人哋啲嘢，個心裏頭想住點樣可以攞嚟當做自己嘅呢？呢啲亦都算係偷盜。其他嘅世界都係咁樣，你唔好以為我不過係諗下嘅啫，並冇實際咁去做啊，又冇人知，咁怕咩呢？但係你要知道，心裏邊一起念頭就種下咗因，將來遲早一定會結果，又點可以話唔小心呢？呢件事就好難啦，自己約束唔住自己嘅心，點算呢？念佛就係唯一嘅好辦法。當你覺得心唔受約束嗰陣，要趕緊一心念佛，咁樣惡念就自然消滅啦。唔作惡仲可以勉強做得到，講到行善，我冇錢咪就冇發展啦咩？係咁就錯啦。行善唔一定要使錢，你有身體，遇見對人方便嘅，嘥啲精神去做，呢啲就係身善。你有口，遇見有人爭鬥嗰陣，幫佢哋調解下；遇見好人或者好事，極力讚揚下，呢啲係口善。你有心，當見到人哋做好事，聽見人哋講好話，覺得滿心歡喜，呢啲係心善。有錢嘅固然係應該捨衣施食、修橋補路，以及供佛齋僧、崇奉三寶。冇錢嘅，即使係聽見善事，個心同口中隨喜，亦係一樣有功德嘅。咁做咩事情係唔使錢而功德又最大呢？勸人學佛功德最大啦，因為捨衣施飯只不過係救人肉體上一時嘅痛苦。如果能夠勸人學佛，係救人永遠脫離六道輪迴嘅痛苦，咁你話功德大唔大呢？咁樣念佛仲有第二啲講究嗎？大概就係咁樣。不過初學仲有最緊要嘅3件事係一定要知道嘅。仲有邊3件事？請你講下。學佛難得嘅係真信。你對西方有一個極樂世界，念佛嘅人臨終佛來接佢生到去嗰度嘅事，要真信不疑。果然能信，就成功咗1/3啦。但係知道呢個極樂世界有種種嘅好處，必須要發切願，要向嗰度往生，心中經常存在住嗰度就係我嘅老家。其他嘅地方不論是好是壞，我都唔去。如果真係能夠抱定呢個念頭，咁就成功咗2/3啦。如果再加上實行去做，咁就完全成功晒啦。說話雖然係咁講，但係呢3件事係連貫嘅，缺少一樣就唔成功咯。咁樣點樣叫做行呢？就係實行上面所講嘅念佛、行善各種嘅辦法。不過實行起上嚟，就有幾點應該注意嘅地方需要留心嘅。第7章，點樣念佛？念佛咪就係用嘴念咩？仲要注意咩啊？
有啲人口裏邊雖然不停咁念佛，但係佢嘅心裏邊反而胡思亂想，咁樣念法係冇用嘅。必須個口說念佛，個心說想佛，心口如一。除咗一句佛號之外，乜嘢事都唔諗，咩念頭都唔起，呢啲就叫做一心不亂，然後至會容易成功嘅。咁唔係好難咩？你睇下，你一定會嫌念佛太容易，一陣又嫌佢太難。老實講，念佛呢個方法講容易，非常容易，但係講難亦都好難。不過不論難易，只要耐心咁多啲念，日子有功，心就自然不亂啦。俗語話：世上無難事，就怕心不專，就係呢個意思啦。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念佛嘅時候，要使每個字都從心裏邊經過，心裏邊想得清清楚楚，口裏邊念得清清楚楚，耳仔裏邊聽得清清楚楚，每個字都從心裏邊發出嚟，再聽到入心裏邊，每一個字都唔可以放鬆。咁樣時間耐咗，心自然不致散亂。呢一個係至緊要嘅一個方法，千祈唔好忘記。咁樣念佛應該喺咩時候念呢？應該每日早晚2次，要定一個課程，限定念佛幾多，或者幾百聲，或者幾千聲，可以按照各人嘅情況嚟規定。無論得閒與否，非要念完呢個數字不可。此外，無論乜嘢時候、乜嘢地方都可以念，越念嘅遍數越多就越好，越念嘅時間越長就越好。喺工作嘅時候亦能夠念佛嗎？搬柴擔水嘅時候可以念佛，洗鑊洗碗嗰陣可以念佛，耕種除草嗰陣可以念佛。不論行坐睡眠，甚至係去廁所嗰陣都可以念佛。總之，除咗用心嘅事情，其餘嘅工作都係唔會阻礙念佛嘅。念佛要大聲念，或係小聲念呢？大聲念亦好，細聲念亦好，口裏邊唔念，心裏邊默念亦好。只有瞓喺床上面嗰陣，同埋喺唔乾淨嘅地方，只可以心裏邊默念，唔可以念出聲音。念出聲咁就唔恭敬啦。但係遇到危急嘅時候，無論喺邊度都可以出聲咁念。學佛要供佛像嗎？可以供一張阿彌陀佛像，或者係西方三聖像。阿彌陀佛同觀世音、大勢至兩位菩薩叫做西方三聖。咁樣佛像供喺咩地方合適呢？如果有閒屋，收拾一間咁就最好。如果冇嘅，就供喺自己住嘅屋裏邊亦可以，但係總要收拾得乾淨一啲，而且喺像嘅上面冚一塊黃布。唔念佛嗰陣，將塊黃布冚落嚟，咁樣就唔至於褻瀆啦。佛像最好係向東，念佛嘅人最好向西，對住佛像。如果唔可以咁樣，就係隨便向邊邊，亦都可以供佛嘅。實在冇合適嘅地方，唔供佛像亦可以嗎？如果實在好難辦得到，就只要誠心唔供佛像都得，或者係念佛嘅時候朝向西方亦都好。咁樣供養佛要用咩嘢呢？通常嘅有香、花、燈、清水、瓜、果呢啲物件。如果唔係現成，缺幾樣或者係全部都冇都可以。但係絕對唔可以供養酒同葷菜，更加唔可以喺佛前邊燒紙錢。咁樣對佛應該行咩禮呢？隨便都得，可以叩頭，可以作揖，可以鞠躬，可以合十，將十指伸直，
兩個手掌合埋喺一齊，放喺心口嘅地方叫做合十。但係以叩頭禮拜最為恭敬，亦最能夠滅罪求福。念佛嘅時候應該跪喺佛嘅面前嗎？咁亦唔一定嘅，跪喺度、企喺度或者行緊嗰陣都可以念，不過要誠心就得啦。能夠跪低喺度念，咁就更好。你話早晚二時念佛要定一個課程，就麻煩你同我定一個課程表啦。講到課程，本來係應該個人依照自己嘅得閒與否嘅程度嚟規定。你既然揾我，只好寫一個最簡單嘅儀式俾你睇。假如你得閒，肯加緊嘅行持、彌陀經、往生咒、讚佛偈、大法願文都可以加入。呢幾件有禪門日誦一書，記載得好完全，流通佛經嘅地方都有。朝早起身之後，晚間就寢之前，洗手啷口，去到佛像前面焚香獻水，合掌恭敬，或者跪低，或者企喺樹，用至誠心照住下面嘅次序念。首先念南無十方常住三寶，要念一聲拜一拜，跟住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要念一聲拜一拜，再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要念一聲拜一拜，跟住念南無阿彌陀佛，要念100聲、1000聲、2、3千聲，越多越好，隨各人嘅忙閒自己定數，只可以由少加多，唔可以由多退少嘅。無論念幾多聲都唔使拜嘅。再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要念一聲拜一拜，再念南無大勢至菩薩，要念一聲拜一拜，再念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要念一聲拜一拜，最後念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4重恩，下濟3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呢8句叫做回向偈，念完之後拜3拜就得啦。呢個課程好好，請問十方三寶點樣講啊8方上下叫做十方，佛、法、僧謂之三寶。佛係教主，法係佛所講修因正果嘅經典，而僧係照佛講嘅方法去修行，以證菩薩、緣覺、聲聞嘅聖果者，同埋道德崇高、宏法利生嘅高僧。呢啲佛、法、僧皆名為寶嘅原因，係因為能夠發生增長一切眾生嘅法身慧命，就好似世間嘅財寶能夠養活人嘅生命一樣。體念呢一句係先表明我全係以佛同埋佛所講嘅經，並且照佛經修行嘅菩薩高僧等為我嘅老師，我從此歸頭依託為一個佛教嘅信徒。咁樣請問念釋迦牟尼佛係做咩噶？因為呢個念佛法門係佢講俾我哋知嘅，念佢拜佢就係不敢忘本嘅意思。咁樣念觀世音菩薩同大勢至菩薩又係咩意思呢？因為念佛嘅人喺佢臨死嘅時候，呢2位大菩薩同阿彌陀佛會一齊嚟接引佢去西方嘅，所以念完佛之後，呢2位大菩薩嘅名號亦要念下拜下。清淨大海眾菩薩係咩菩薩啊？清淨大海眾菩薩係講極樂世界一切菩薩都係好清淨嘅。大海眾呢3個字係講菩薩嘅多，就好似大海一樣。我朝晚要同呢啲菩薩做伴侶，所以都先要念一念，都要拜一拜，
回向計係咩用㗎？回向偈嘅用處好大，修行嘅人不論念經念佛，念完咗一定要將回向偈念一次。回向有歸攏嘅意思，就係要將念佛念經嘅功德歸攏到去一個地方嗰度。至於乜嘢地方呢？就係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嗰度。不但念佛念經要回向極樂世界，就係做咗無論乜嘢善事，亦都要回向到極樂世界去。咁樣值得功德多一分，往生嘅希望呢就多一分啦。如果將所做嘅功德不回向喺求生極樂世界之上，恐怕下一世要得到天道或者人道享福嘅報應，咁樣依然不能脫離六道輪迴，而且福報越大，造罪越容易，係咁再一世就好得人驚啦。所以學佛嘅人必須將一切嘅功德都要回向到往生西方之上，咁樣壽終之後就可以盼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啦。但係念回向偈亦都同念佛一樣，要一字一句都從心裏邊經過，唔係空口念下就算嘅啦。請你將回向計入邊嘅每一句嘅意思講解一下好嗎？第一句願以此功德嘅意思就係我情願攞呢個念佛念經嘅功德。第二句莊嚴佛淨土嘅意思就係去幫助阿彌陀佛嘅淨土，使到佢格外咁好。第三句上報四重恩嘅意思就係就將呢啲功德上頭報答父母、師父同佛嘅四層恩德。第四句下濟三途苦嘅意思就係下邊救濟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道眾生嘅苦惱。第五句若有見聞者嘅意思就係若果係有人睇見我念佛念經，或者聽見我念佛念經嘅。第六句悉發菩提心嘅意思就係全部都發出上求佛果、下度眾生嘅心。第七句盡此一報身嘅意思就係等到呢個身體受完咗報應之後。第八句同生極樂國嘅意思就係就大家一齊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啦。按句解釋就係咁樣。如果統合嚟講，呢八句偈有兩層好大嘅意思。第一係話我哋念佛所謂嘅係求生西方，絕對唔係求功名富貴呢啲一切世間嘅好處。第二係話我哋念佛所謂嘅係求到一切眾生脫離苦海，而唔係淨係為自己打算。明白呢兩番意義，無論念佛念經，無論做咩善事，都係咁樣全心，咁樣回向，咁樣就算係一個真正發菩提心學佛嘅人啦。上面你所定嘅嗰個課程表固然係好簡單，但係有啲人因為事情太忙，連嗰啲亦做唔到，點算呢？亦都有辦法，不論喺咩地方、乜嘢時候，能夠喺朝早起身嘅時候念就最好啦。面向西方拜三拜，即念南無阿彌陀佛呢六個字，盡一口氣咁念落去。氣長嘅一口氣念10幾聲亦好，氣短啲嘅一口氣可以念幾聲亦都好，總共念滿10口氣，再念回向偈，念完咗向西方拜三拜就算完事噶啦。呢啲叫做10念法。唔得閒嘅人，每日誠心照住呢個方法嚟念，將來亦可以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嘅。因為阿彌陀佛亦曾經發過咁樣一個願，自然就係冇錯啦。
第8章，念佛人臨終嘅準備。照上面所講嘅念佛嘅方法，好好嘅去念，等到壽終以後，一定生到西方去，冇第啲問題嗎？修行嘅人喺臨死嗰陣格外緊要，應該預先嘅做好準備至得。點解好好嘅人忽然預先準備起死嘅時候嘅嘢呢？咁唔係唔吉祥嗎？吉利亦好，唔吉利亦都好，人從來都冇話會唔死嘅。既然遲早都會死，咁何妨預先嚟講下呢？何況學佛嘅人諗住死咗生西方，就好似從火坑裏邊跳出嚟一樣，又同出外嘅人翻屋企一樣，係一件好快樂嘅事。咁又點會話唔吉利呢？平時念佛，臨死佛自然會嚟接引，仲使咩準備呢？人到臨死嘅時候，最後嘅嗰個念頭係最緊要嘅。生西方喺呢個念頭，上天堂入地獄亦都喺呢個念頭。到咗嗰個時候，必須要記得念佛，然後只有生西方嘅希望。如果唔記得念佛，就靠唔住啦。學佛嘅人一生念佛，做乜嘢？到咗臨死又會將佛將佢忘記呢？除非嗰啲有大根基嘅人，或者平日修持功夫好純熟嘅人，只可以臨終嗰陣不忘念佛。至於平常嘅人，雖然平日亦都念下佛，行下善，但係冇真實嘅功夫，一到臨死嘅時候，凄嚎止哭，病苦昏迷，生前經過嘅事件，死後未了嘅牽纏，真係千頭萬緒，日日湧上心頭。於是貪生怕死，手忙腳亂。你諗到咗嗰陣，心裏邊仲會有佛咩？咁又點呢？一個人要發心學佛，一定要將自己屋企裏邊嘅老老少少同埋親戚朋友都勸佢哋念佛不可嘅。呢啲不但止對人哋有益，對自己亦都有大嘅好處。如果唔係，等到臨終嗰陣，佢哋唔知道厲害，亂咁搞，亂咁嘈，往往搞到前功盡棄，實在係好可惜嘅。要往生西方，仲需要人哋幫助嗎？啱啊！念佛嘅人臨終有3件事好緊要，就係要人哋幫忙至得。等我而家話俾你知啦。第一，喺病人臨終嘅時候，凡係眷屬，千祈唔可以喺病人跟前噏三噏四，唉聲嘆氣。應該勸病人放低一切，一心念佛。若果係不該壽終，念佛可以使到病好得快；如果係病不該好，念佛可以往生西方。佛無虛願，一定親自嚟接引，生到極樂世界嗰度，有講唔盡嘅好處，比喺呢個惡俗嘅世界上受罪好得多。咁樣嚟開導一番，再喺病人能夠睇見嘅地方掛一張佛像，咁樣病人眼裏邊有佛，心裏邊有佛，自然不至於失去正念，將佛唔記得咗啦。第二，屋企嘅人要分班念佛，幫助病人。雖然已經照上面嘅說話開導過，但係病人嘅心力好弱，一定要有其他人幫忙嘅。如果附近有學佛嘅人組織助念團，可以請幾位嚟助念。若果係冇助念團，可以將自己屋企人分成幾班，喺病人跟前輪流念佛。佢哋嘅聲音要不高不低，不快不慢，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使病人可以字字句句入耳經心。等呢一班念完咗啦，咁下一班要跟住念，不可以間斷。病人自己能夠跟住念，咁就更好。如果唔可以，叫佢靜靜地咁聽人哋念，亦都一樣，直至到斷咗氣之後，仍然要照常咁念，念得越來越好。至少
病人斷咗氣之後，再要念8個鐘頭至可以結束。因為死者雖然係斷咗氣，神志仲冇離開身體，所以死咗之後嘅幾小時內，別人替佢助念，效果係好大嘅。咁樣做係非常重要。第三，千祈唔好搬動、哭泣、沖涼或者係換衫。病人或者坐喺度，或者挨喺度，或者瞓低，或者側臥，都可以聽其自然，唔可以亂咁搬動嘅。因為病人將死或者啱啱死嘅時候，或生西方，或生天堂，或者入地獄，都喺呢一剎那之間。大家只可以至誠嘅幫佢念佛，最為有益。族人無知，往往係忙於同佢洗身、換衫等等嘅事情，唔知道咁樣一嚟，病人仲未斷氣，佢嘅苦痛就唔使講啦。就算係已經斷咗氣，佢嘅神識仲未離開，依然係仲有知覺，一動身體係非常痛苦。痛苦則係生憎恨心，真心一生，多墮喺畜生道中，變做毒蛇一樣嘅嘢，非常可怕嘅。喺呢個時候，將死或者啱啱死嘅人，如果聽見佢嘅眷屬哭泣，就好容易動情愛心。一有此心，就冇往生嘅希望啦。好多人喺父母臨終嗰陣，不論病人點樣，只係隨住世俗嘅習慣，匆匆忙忙沐浴更衣，大喊大叫，以至於佢哋嘅父母一生念佛求生西方嘅希望成為泡影，俾呢啲無知嘅眷屬硬硬嘅推到去惡道之中。及至父母墮咗惡道，嗰啲兒孫先至請啲和尚道士嚟到大鬧，等人哋話佢係個孝子。呢種辦法叫做賣孝，罪過係好大好大嘅。咁樣沐浴更衣等嘅事，應該喺咩時候嚟做呢？應該喺死者成身冷透咗之後，至可以沖涼換衫，至可以哭泣嘅。如果身體冷咗轉硬，可以用熱毛巾搭喺關節嘅部分嗰度，咁一陣就可以變軟噶啦。咁樣請和尚道士念經有用嗎？要念經應該請和尚，千祈唔可以請道士。其實而家戒行精嚴嘅和尚亦都好少，不如就自己眷屬喺靈前多啲念佛，回向死者往生，亦係一樣嘅。就係請咗和尚，亦都要念佛比較好。死者究竟生咗西方冇？人哋有法子知道嗎？有。如果因為病人預先知道自己死嘅日期同埋時辰，到嗰陣見到佛嚟迎接，好愉快嘅念住佛而離去，其他人聽見空中嘅樂聲，聞見奇異嘅香氣，呢啲固然係已經往生西方嘅證據。即使功夫差啲，冇嗰啲好處，只要當人斷咗氣之後，經過半日，其他人輕輕摸下佢嘅身上，如果已經全身都冰冷晒，只有頭頂腦門嘅部分仲係熱嘅，咁樣亦一定係往生西方無疑噶啦。眼最後冷嘅生天道，心最後冷嘅呢係生人道，個肚最後冷嘅係生鬼道，膝頭最後冷嘅係生畜生道，腳底最後冷嘅係墮地獄道啦。呢啲都係佛經上面所講嘅，不過仲應該知道，只要大家知誠助念，自然嘅可以往生西方，千祈唔好屢次嘅去試探冷熱。因為呢個時候死者神識未離，如果受咗刺激，心生煩惱，以致不能往生，咁樣就害事不淺啦。咁樣仲有其他要注意嘅事嗎？上面所講過嘅說話都係好緊要嘅，學佛嘅人能夠咁樣準備，到咗臨終嗰陣，
自然不至於出啲咩差錯。如果想知道詳細啲，有一本書叫做《戚中津梁》，睇下就知道噶啦。仲有臨終三大要、人生嘅最後同埋人生最大嘅一件事，呢啲書都可以參考嘅。第9章結語。平時都話西方極樂世界有9品蓮台，呢個係咩意思呢？凡係生到去極樂世界嘅，都唔係肉骨凡胎，都係從蓮華裏邊生出嚟嘅。我哋呢個世界上有一個人念佛，極樂世界7寶池中就生出一朵蓮華出嚟。蓮華之下又有各種嘅寶台，所以亦叫做蓮台。念佛嘅人越多，池裏邊嘅蓮華就越多；念佛嘅人功夫越大，池裏邊嘅蓮華亦格外嘅茂盛。上邊回向偈中嘅莊嚴佛淨土就係呢個意思啦。及至念佛嘅人要死啦，阿彌陀佛會手持呢朵蓮華，同觀音、世至等菩薩大眾嚟接佢。呢個人嘅神識託此蓮華之中往生西方，等到蓮華開咗，就可以睇見佛菩薩嘅金面，聽見佛菩薩講法，漸漸明白佛嘅道理，慢慢嘅就同菩薩一樣，最後亦同佛一樣啦。但係往生嘅人平日念佛嘅功夫唔同，行善嘅大勢唔同，所以蓮華開得快慢亦都唔同。按照蓮華開放嘅快慢分成9等，呢啲就係平時所講嘅9品蓮台啦。最好嘅叫做上品上生，一生到西方，蓮華即刻就會開，即刻可以見佛。呢啲一定要根基好大，功德好好至得嘅。最下等嘅叫做下品下生，要經過好多年代蓮華至開。我哋念佛越多越好，就係為咗往生嘅時候品位高，見佛見得快。不過就算係下品下生，亦已經了卻生死，脫離輪迴，遲早一定見佛，一定成佛，比生喺天上人間好唔知幾千萬倍嘅。好似我哋呢啲愚笨嘅凡夫啊，罪業好重，就係下品下生，可能啊都冇咩希望。仗住念佛嘅功德，在世仲可以做人，即使唔能夠再得人身，喺陰司之中少受啲罪，亦係好嘅，係唔係呢？千祈唔好存有呢個念頭，如果存有呢種念頭，就冇往生嘅希望啦。你要知道，佛係最慈悲嘅，佢嘅法力係無邊嘅。佢曾經話過，無論乜嘢人，就連有極大罪惡嘅人，只要肯懺悔自己嘅罪過，肯誠心念佛，佛一定嚟接佢嘅。佛係唔會亂講嘢嘅，好似你咁樣懷疑，對於往生係好有妨礙嘅。向來念佛嘅好多，成功嘅好少，都係因為咁蝕底嘅咩？有好多人都係上咗呢個當，但係亦唔一樣。有啲人好隨便，今日念，聽日唔念，得閒嘅時候就念，忙嘅時候就唔念，好嘅時候就念，病嘅時候就唔念，危急嘅時候就念，冇事嗰時候就唔念。咁樣念佛法，正念不相接續，係唔得嘅。再有一般人念佛係做俾人哋睇嘅，口說念佛，個心說係冇佛。呢一種念佛同佛亦都唔發生關係。有啲人以為生存嘅時候念佛，去到陰司裏頭可以當錢使。呢啲人甘心做鬼，係無心想到西方嘅。再有啲人念佛，所謂嘅係求兒女、求富貴、求長生、求神仙，
呢啲人嘅志向係人天福報，極樂世界佢唔願意去，自然冇佢嘅份。你想真係為咗生死而念佛嘅人，既然好少，往生西方嘅人又點會多呢？唔通念佛專為死後打算，在生嘅時候一啲好處都冇嗎？咁又唔係咁講，念佛嘅人當然喺生前亦有好多好處，不過佢唔肯嘥時間去做啫。因為生前嘅好處，就算求到咗，亦只不過係幾年、幾十年嘅事，而生到極樂世界嘅好處，卻係永永遠遠、無窮無盡嘅。我哋以念佛咁大嘅功德，只係換嚟一啲天上或者人間嘅福報，咁樣咪等於攞住無價嘅珠寶去換一啲糖果翻嚟食咩？呢本書睇完啦，我想再睇幾本第二啲書籍，唔知道有咩容易睇嘅呢？你可以睇《勸世白話文初機正業指南》、《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戚中尊良》同埋印光法師文鈔呢啲書。呢啲書流通得好廣，可以請幾本翻嚟睇。如果你想多睇啲，可以揾啲真正研究佛學嘅人，請佢指導你應該睇啲咩書。如果自己亂咁睇，恐怕睇得唔適合嘅，反而有害無益添。喺呢度仲有一句說話應該祝福你嘅，就係我哋冇咩才幹、冇咩學問嘅人，最好少睇書，多念佛。其實你能夠將呢本書仔睇明白晒，記住咗，照住上面所講嘅切實咁去做，擔保你一定能夠往生。而家到處都有架機扶鸞嘅、降壇嘅、非仙即佛，按照佢哋嘅教訓嚟學，咪更可靠啲咩？我話自己亂咁睇書，冇益而有害，就係咁嘅原因。各處嘅機壇大部分都係一啲有靈氣嘅鬼，佢哋假託住仙佛嘅名嚟降壇，佢哋嘅靈氣大小唔同，所以有啲好粗俗不堪，令人作嘔。有啲能夠舞文弄墨、吟詩作對，佢哋講嘅說話雖然都係勸人為善，但係同佛所講嘅道理係唔一樣嘅。相信佢哋嘅說話，最多不過係得到少少人天福報。至於要脫離輪迴、超生極樂，應該徹底服從佛嘅教訓。一切旁門左道同埋架機扶鸞嘅書籍都唔可以睇。一般見識淺嘅人往往分唔清好壞，睇到好多篆書上面都有佛菩薩嘅名，就當作真正嘅佛書嚟睇，咁樣係有害嘅。所以我話最好少睇書，多念佛。咁你講嘅呢啲話就可靠嗎？可靠嘅，因為呢啲唔係我憑空做出嚟嘅，都係古往今來對於佛學好有研究嘅人講過嘅。不過嗰啲書好多好深，普通人係睇唔明嘅。我將其中緊要嘅意思變成通俗嘅語言嚟講，使到無論任何人都能夠明白啫。從古到今，嗰啲名人嘅話就一定冇錯嗎？佢哋嘅說話亦唔係佢哋自己嘅意思，都係佛經上所寫嘅。經係釋迦牟尼佛親口講嘅，唔通講咗咁耐，你仲唔信佛嘅說話咩？我點能唔信？佛教誠然可以推崇，不過你對於其他嘅教派咁唔客氣嘅批評，你唔通唔怕信其他教派嘅人亦嚟反對你嘅話嗎？咁又唔怕，因為啱啱接講過，呢啲說話唔係我自己嘅意思，都係直接或者間接嘅從佛經得嚟嘅。佢哋要反對佛，自然有佛嚟承擔，與我何干呢？你嘅話句句都好，不過我嘅記性好差，今日談嘅話又太多啦，我覺得有啲模糊，請你再摘取簡單了當重講一次，唔知道
你會覺得麻煩嗎？可以，我暫且分幾條嚟講。第一，要知道人嘅神色不滅，因果報應係真實有嘅。要脫離六道輪迴，必須學佛。第二，信仰唔好嘅教門害處好大。佛教嘅教理最高深，宗旨亦都最純正，歷史最悠久，信徒亦都係最眾多嘅。所以我哋應該信佛教。第三，佛教嘅法門好多，大致上都好難學，最方便最容易嘅莫如淨土宗啦。所以我哋學佛應該學淨土宗。第四，受淨土嘅人應該信呢個世界係真苦，極樂世界係真樂，阿彌陀佛係大慈大悲嘅。只要我哋一心念佛，臨終佛自然就嚟接引，一定唔會錯嘅。第五，修淨土嘅人必須願意脫離呢個世界，必須願意往生極樂世界，亦都必須願意一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第六，修淨土嘅人應當時常誠心念佛，佛號不離口，念珠不離手，最好能夠念到一心不亂，就的確可靠啦。但係唔容易到達一心不亂，尤其以信願為最重要。第七，念佛嘅人應該遵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並照住自己嘅力量，隨時隨地多行善事。第八，學佛嘅人應該將念佛行善等一切嘅功德完全回向往生淨土，唔好但求消災免難，或求天上人間一切好處。第九，學佛嘅人應該隨時隨地嘅勸人念佛，自己嘅眷屬、親戚朋友更加緊要，以便臨終嘅時候好得到佢哋嘅幫助。第十，學佛嘅人唔可以相信外道嘅書籍，遇有佛學上唔明白嘅地方，應該請真正研究過佛學嘅人加以指導，唔好聽信旁門左道亂講。以上10條，你只要能夠記得住、信得真，往生西方係好穩陣嘅。我可以預先嘅向你祝賀啦。而家我對於佛教已經絲毫冇疑問啦，決定如法實行。將來我得以脫離苦海，決定往生極樂，全部係沾咗你嘅光。我要點嚟報答你呢？我唔敢受你嘅報答，我將學佛嘅好處同埋方法老老實實咁話俾你知，係學佛嘅本分。但願你能夠照住我嘅說話多啲念佛，同時多啲勸人哋念佛，咁樣你嘅蓮品可以增高。更希望你生到西方，見佛聞法，證得無生法忍之後，早日回到呢個世界上，將一切喺苦惱中嘅眾生完全度脫。咁樣我就感恩啦。其人已經徹底無疑，欲仗佛力加被，以其了無障礙，同於佛前禮拜回向云。一回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回向佛界眾生同生淨土。又話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願將以此成功德，回向法界諸有情，普願尋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祇路子規有聲書，印光大師鑒定，李德明大德參定，占德克大德編述，現代黃朝音居士整理，了凡4份文教基金會倡錄。